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道府疫区民众持诵度母信咒；达赖喇嘛尊者与宗教部长致函悼念台湾佛教上师净心长老圆寂；司政旺桑桑格对奥德利展开一系列访问行程；西藏10许僧人遭中共关押2年后获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出席2020年南非国情咨文演说；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发表藏历新年贺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之际，西藏东部道府县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正日益恶化，不仅成为全藏区最为严重的濒列灾区，同时也成为第2个武汉城，临近封城的危机。截至2月18号，中共划分的甘孜州内已有65例新型病毒的确诊病例，其中道府县60例，康地2例。色达2例，其中年纪最大的77岁，最小的为3岁。连续多日每日新增病例都是之前的密切接触者，而目前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为410人。而全县人口约6万的道府县如此严重的疫情，引起境内外藏人的担忧。对此，西藏道府县暨藏人代表于近日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祈请开示。尊者在回应时，希望藏人民众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外，并建议尽可能的念诵度母心咒与6字真言，强调这可能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蔓延。2月9号，道府县当局发布的消息指出，将实行新型病情举报制度，并提供高额奖金给主动举报的民众。该公告的部分内容指出，编造或传播与疫情有关的造言讯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者，则依照治理管理处罚处置。本周一2月17号，道府县当局再次发布通告指出，将于当日至疫情结束为止，禁止一切车辆从道府县东部巴美镇至西部孔塞乡通行。去年12月31号，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湖北省中部拥有110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武汉发生的几起罕见肺炎病例，从而导致疫情爆发的病毒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据中国官方于2月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病毒在中国大陆累计死亡人数为1868人，累计报告确诊为并列72436例。此外，台湾佛教界一代宗师、高雄光德寺主持净心长老于2月15号下午3点50分在光德寺安详逝迹，享年91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部长随即致函表达哀悼。达赖喇嘛尊者于2月17号透过设立在台北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致函高雄光德寺，表达对净心长老圆寂之悼念。尊者在悼念信中忆念访问台湾期间与净心长老建下的友谊，同时并向他的弟子及信众致以慰问。尊者写道：获悉我的法友净心长老已高寿91岁离世，闻悉不幸的消息甚至痛心。净心长老一生致力于为他人服务，坚毅地为世人在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方面树立了榜样。而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瑜托嘎玛格列也于本周一致函悼念，并慰问净心长老的弟子及信众。部长瑜托嘎玛格列在致给高雄光德寺的悼念信中写道：净心长老毕生致力于弘扬和提升台湾的佛法事业，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除此之外，长老还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有着特殊的业力联系。在净心长老的领导下，台湾中国佛教会于1997年和2001年2度成功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对台湾展开历史性的访问。
而这2次历史性的事件已成为展现西藏和台湾两国人民友谊和理解的重要里程碑。因此，我们承认并深切赞赏静心长老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宝贵贡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上周六2月15号到访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为期3天的奥地利维也纳和因斯伯格市的访问行程中，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数场重要有关西藏问题的活动，并会见奥地利政要，加强奥地利各界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在奥地利访问期间，司政洛桑桑格于2月17号出席了因斯布克罗大学2020年联邦主义与智力冬季学校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就藏人的中间道路和真正的自治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司政在演讲中详细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以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愿望，以及中共当局如何不尊重其宪法赋予藏人民众自治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规定。当天晚间，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奥地利藏人协会在首都维也纳举办的欢迎晚宴，约300名奥地利藏人和当地远藏人士出席了当天的宴会。奥地利西藏协会主席次仁郎杰在欢迎晚宴上发言时，对司政洛桑桑格当选为流亡藏人政治领导人以来，为改善流亡藏人社区的各项发展而所做的不懈努力表达了感谢，并向司政颁发了奖章。当天，司政洛桑桑格会见了正在住院治疗的奥地利格拉芬沃特市长和奥地利市政协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恩德先生，并向他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结束上述访问行程后，司政洛桑桑格接受了奥地利各大媒体的采访，谈到了中国目前的状况和中共干涉西藏转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在圆满结束对奥地利的各项参访行程后，司政再次前往美国展开访问，并继续就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进行游说活动。接下来，请看一则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曾于2017年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发布自焚藏人照片而遭中共当局监禁2年的西藏康区石曲现甘孜州石曲县温波寺僧人曲确于2月6号获释。据西藏境内的消息来源，西藏康区石曲温波寺僧人曲确疑似2年前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传于2017年12月23号在西藏阿坝县自焚藏人龚培的照片。僧人曲确随即于2017年12月24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遭中共警方逮捕，随后在甘孜州康定新都城镇的四川省甘孜监狱服刑2年后，于2月6号获释，现已回到家乡石曲县。目前，由于中共当局对西藏实施的监控措施，无法了解僧人曲确在获释后的身体健康状况。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因南非英卡塔自由党的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球乃于2月11号访问南非首都开普敦，并于2月13号出席在开普敦举行的2020年度国情咨文演说，随后在当地会见各界政要，倡导西藏问题。在议长白马球乃抵访南非首都开普敦后，于2月13号出席2020南非年度国情咨文演说，随后会见南非政要。2月14号，议长白马球乃在开普敦市出席由南非斯卡拉布里尼难民中心和南非西藏委员会组织的公开演讲活动，并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共当局对西藏的残酷占领和流亡西藏难民社区的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的介绍。来自英卡塔自由党的5名国会议员在内的6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活动。当天，议长白马球乃还在南非国会大厦会见了民主联盟党议员兼该党首席秘书长纳塔莎·马佐内议员。议长于2月16号参访了约翰内斯堡的佛教中心，并访问当地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中心，以及在该中心参访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举办的达赖喇嘛生平展览会。
在圆满结束对南非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议长于2月17号从开普敦启程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在藏历2147铁鼠新年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达波索囊诺布、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分别录制视频，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同胞致以新年的祝福。最高法院大法官达波索囊诺布在视频中表示，比这今那么多些别搞对了，比习近平人那边比日本的用作了，他们这些的需要的，罗迪那里啊，乔瓦克里当边呢，拉姆用啊，他国个适当用面对需求，拉巴尔都比起那那边乌迪，今年公司经过进步超当，渐渐他们能估计下边电竞，现在论据做吧，当然新的，因为比起啊，等到牛都晒的。对习近平总认为面对需求。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曼琼呢也表示，别揭露年冬家的需求的，咱们这几年那么多让些少的些别搞定了，也别没忙去对两座给插训呢，别习近平了也别没用了，咱现在为参的这些的来学因，当然就老宁不的早呢，老啥哇，常用个药的，等等上，俺俺就上面给。这个让人看到没人把起呢，现在给朝我不是给拖了，落地看嘛接头也是的，俺每次短的电报用哎，俺呢俺做，他这真就哪里有这个个外属于有比呢，别人电到现在会切多，让给见的让给 keep 特别拖呢，俺这留个对面那做，他感觉前面西边那呢留个对面那做别个，然后他一些属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隆萨森格指出。벽이 남로 사제라 벽치나니가 리베 벽이 뿐다 창말라 벽미딕쭉 삽체체 섬지 테스트리 요치슈에이 안 달레 로사바 나라 아니 꼭함 상왔다 자발람론 용와 삼들 흔두 용어 쇼 체체 민두슈에 조디 안 달레 로사 나라 달레 콘스초기 공강원신야 두두고 요래 안 공로 기주 개나에 피고어래 디송사 가샤니 개심부 시체 안 달레 로디 거딘 지딘 로 송진 쉐yin 거딘 지딘 로 나라 창매 그 혼주초기 켈레시 가리 미켄 거야 당 가공 시송 비민남구를 튼제 독직진 난과 신도 개침부 레시 쉐야 당다 그 나라 아니 달레 로사디다 남주난신 시체 미조 첨보당 아니 도키 첨부때 땅토에 카우스타레 코로나 기 네임데 갑디고레 먼저 sem접 첨부시다 유구도 이내야 아니 변나라 코로나 기 네임데 강조 매버쇼스 체체 민두슈에 대다 참매기 로사베 갑라 셈날 도브나로나 아니 비미 친한이갈류 비미 창마 요번냠종 용외기 민두당 베즈나로나 체체 슈에조디 타데 아니 아리기 가서 워싱턴 DC네 겨도 로사블라 닝 타관네 참디 데시들이 요시슈에 도시나 各位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